嗱，最佳嘅右手佩戴水晶係啲乜嘢咧？Peter Sir 嘅片都成日有講噶，左入右出。Peter Sir 咧亦都有位朋友係做中醫噶，我同佢傾偈，你哋中醫有冇分啊？左入右出，梗係有啦。右邊係射噶嘛，謀而合喎，同呢個西方能量學。咁我哋佩戴水晶要講一個經驗實證嘅。咁嗱，如果譬如話有啲有病氣啊，又或者係有啲負能量喺身上或想辟邪咧，一般咧嗱，我都會成日講噶嘛，黑色呢系列啦，戴喺右手啦，黑碧璽啦，黑曜石啦，又或者黑色嘅師傅開咗光嘅水龍珠啦，又或者係啲舒驅來啦，都係因為咧。右邊中醫嘅角度咧就係射宣泄，咁西方能量學咧就係出，不謀而合喎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記住啊，想嗰啲病氣唔好嘅嘢係出去，咁你就頭先我講啦，盡量去戴喺右。咁你話，因為左手得唔得？得嘅，不過效果如果你戴右手就難。